你他妈快拉倒吧！多大体格自己不知道啊？要抱抱。整不了。要抱抱，抱抱。照着啊。你干啥呀？做呀？叫你他妈这不上点设备，你他妈。看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。我这样迷茫的怎么了，美爷？回来了。从来没摸过那么大的菜。妈的个去！我好不容易自拍了，不好意思，姐，不好意思。睡着了。哎呦我操！啊，你妈你有病啊你啊！哎呀！你是不是有病啊你？哎，不好意思，睡着了啊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怎么事儿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睡着了。不好意思。睡着怎么还能淌哈喇子呢？还？哇，那边有人动翻动翻。在哪个方向？150方向有空投，有空投，快！165方向有空投，快！谁要爬飞机？谁要爬飞机？过来证明一下。我要。啊，过来。我们打在把门去出发啊。小兵，看看几点钟了？啊。差不多6点了。你怎么看钟的？